再来看桃园的路中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有一个68岁老大人，可能是因为身体无爽快倒伫路边哦。因为落雨天，轿车的司机无注意，甲人搞死。警方嘛以过失致死罪，甲这驾驶上班。落雨暗暝接近罗德区山林路二段甲山外路交叉路口，68岁姓陈查甫人落车了后，疑似身体无爽快倒伫车道。54岁姓郑的查甫人赛车正弯，疑似无发现车道顶缘有人，煞高速弄着将人搞死。54岁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，因夜间又加上雨天视线不佳，不慎碾压，疑似因病无法站立。而卧躺在车道上68岁陈姓男子，代志就发生伫3月31日暗时7点外，附近民众发现车祸，赶紧报案，经小到场抢救，发现姓陈查甫人身躯有真侪刺伤、裂伤、钝伤，已经无喘气心跳，赶紧将人送去南口中央病院急救。发现为欧卡患者，分队申请2车支援，并进行欧卡抢救，送往林口长庚医院。被同姓陈查甫人送去了，一时救无倒来。警方事后逮捕肇事的姓郑的查甫人，照过失致死罪嫌上班。检方也要搁解判，这事故甲死亡原因要搁调查清楚。公司新闻桃园报道。